點樣可以喺日本預約餐廳之後撈數？無此就得㗎啦。做下嘢俾人急 call 出去，因為我有個住日本嘅香港朋友，佢幫一位嚟東京旅行嘅親戚 book 台食飯，不過佢親戚臨時甩底，仲要 book 咗6點半、5點半先話預錯時間去唔到，一句 sorry 都冇。問題個 booking 咧係我朋友落嘅，個人資料同電話都係我朋友，當日先取消咧要照賠成餐飯嘅錢，所以佢就揾埋我一齊去食啦。最慘咧係佢幫個親戚訂4位，當日佢只係揾到我一個陪佢去咋，咁點啊？咪2個人去照俾4個人嘅錢咯。我就唔使佢請啦，因為真係有份食。不過呢位朋友呢，就食1個餐俾3份錢。可能大家會問，其餘2份唔可以拎走咩？其實日本好多餐廳咧都唔主張打包嘅，因為你拎咗翻去，如果有咩衞生問題出咗事，就會導致間餐廳孭飛。完全理解呢度文化真係咁，何況我哋仲要食燒肉。先撇開佢親戚甩底單嘢，喂，呢間燒肉好好食喎，全程有侍應幫你，齋坐等食就得啦。我覺得呢係自己喺東京食過最正嘅燒肉之一。而家睇翻啲片都流口水，你哋唔覺得好豐富咩？有冇朋友都有類似經驗，幫人 book 台訂餐廳之後，對方甩底撈數啊？留言分享下，呢間餐廳嘅資料呢，我都擺咗喺下面噶啦，有興趣可以睇睇㗎。